行得幾好都好咧，都會有一刻會跌落嚟嘅時候。不過唔緊要，只要你肯爬翻上去咧，終有一日你會爬得到。大家好，我係長叻公子珊。咁咧，我係一個香港冰雪攀登嘅運動員啦，同時間咧亦都係一個註冊護士啦，亦都大家都比較熟悉啲咧，就係我一個包山猴啦。最近咧就攞咗呢個香港10大傑出青年選舉入邊嘅其中一位10大傑青咁樣嘅獎項啦。對我嚟講嘅意義就係一份肯定。好，報時，而家咧就6點半啦。咁我哋依家咧就等緊巴士，我哋一間咧就會去屯門嘅兆麟體育館嗰度攀繩。就算我唔去比賽，但我都會 keep 住做運動。可能有1年，我會繼續翻去比賽。我平時咧就係5點50分、45分左右起身啦，跟住就6點鐘就出門口，就要去翻工。我嘅車程大概1個鐘零3個字咧，就要去到港島嘅另一間醫院嗰度翻工。咁啊翻7點啦，咁啊收工就收3點半。咁啊收咗工之後咧，就會有時會較多場游水啦，跟住之後就會去做體能啦。做完體能跟住就會去跑步或者就係攀石啦。因為翻工有時真係好忙到我行路嘅步數係多過2萬幾步啦，即係我淨係翻8個鐘已經多過2萬幾步啦，同埋喺 mental 即係心靈上啦，都好攰咁樣。一入翻運動場，即係或者入翻去 gym room 嘅時候咧，就會嚟啦咁樣咯，就係咁。你點樣確保自己能夠 overcome 到嗰啲嘅struggle？冇㗎，你就係睇翻之前咯，即係會覺得之前嘅自己都做得到，冇理由而家做唔到。咁所以我覺得攰係一定會有，咁所以就唔好俾呢個攰做藉口啦。中間嗰個咧係我個 friend，咁就我哋上去揾佢。我覺得 keep 住挑戰自己咧係一件會覺得自己係生存緊嘅感覺咯，即係我係為緊自己去努力去生存緊咁樣，所以我就覺得所有嘢都好有挑戰性嘅嘢，我都好有興趣。因為咧，我爹哋好早死咗，我爹哋就4歲已經過，唔係喺我4歲嘅時候已經過咗身啦。跟住其實咧，佢係一個係咪好健康咧？佢係一個做運動嘅人嚟嘅。跟住，但係佢就係食煙啦，咁啊肺癌啦，跟住就喺佢34歲，應該係我哋叫人生比較即係強壯嘅時候就已經離開咗啦。跟住我就會覺得，即係咁容易就可以離開呢個世界，咁後生離開世界。即係我會覺得，可能我自己都係30零歲就死咧。咁呢10幾年，你會唔會喺你30零歲死之前可以做到一啲嘢？係好特別嘅嘢，因為同埋屋企咧，即係單親家庭啦，跟住我就係即係我媽咪一個睇2個照顧2個小朋友啦，即係會覺得同埋跟住屋企嘅資源即係一定唔多啦，你要好多嘢都係靠自己一手一腳啊去，所以我好細個就幫人補習去揾錢啦，跟住就考救生員啦，就做救生員，再慢慢就變咗游水教練啦咁樣。點解會揾咁多錢？就係因為我想學好多嘢，我想去好奇寶寶咁樣去認識所有嘅嘢，去探索呢個世界。最艱難，我覺得係以前最艱難、最大嘅挑戰係你唔知有冇得出去比賽，你唔知你一路以嚟嘅準備嘅嘢，最後可唔可以真係可以上場去使用？因為代表香港出去比賽要經過好多批文啊，要經過上面總會嘅同意，你先可以代表香港出去比賽。我覺得呢個係 mentally 係最困難咯。physically 嘅困難就係我第一次比賽係未有任何場地借到任何嘅嘢俾我係純粹靠睇影片啦，純粹自己去健身室不停去練嗰一嚿要用嘅肌肉啦，就不停練大隻嗰嚿肌肉，跟住去自己模擬做一啲動作去模擬我攀冰要用到嗰個動作咁樣咯。所以實質我係掂 gym 嗰啲啞鈴仲多過掂嗰支冰褲。咁所以就所有嘢都好自己一個去飛，自己一個去安排交通食宿，自己一個去準備自己嘅架撐，去
比賽場地，跟住去讀嗰條路線，跟住就落翻嚟地下，跟住又要自己準備下一場比賽咯。但係你會眼見其他嘅隊友，佢哋眼見其他國家隊咧，起碼都有3、4個或者5、6個或者一大班嘅人一齊咯，跟住就會覺得自己好似有啲孤獨。但係我會覺得我嚟就係希望睇下可以自己爬到幾多，同埋嗰樣嘢就係我想睇下我嘅世界排名。我想我嘅世界排名可唔可以好似之前咁好，或者進步翻？咁所以我就冇再嚟咁多啦。咁我就好專心準備每一場比賽。咁嗰一年嘅世界比賽咧嘅世界排名就係21。我會覺得自己成功與失敗咧都好在乎你嘅 mental 係點咯。即係失敗可以有好多個藉口，你話我唔做就係唔做咯。但係你要繼續向前行，就係靠你嘅意志。因為咧要講翻就係我翻去比賽啦。就係我用盡自己嘅努力去比賽啦，但係成績好差，跟住就會有一刻好頹，我頹到係喺比賽一落地就即刻離開嗰個場地，即係去咗門口度啦，就坐低咗，跟住就喺度諗緊究竟係咪應該要繼續行呢條路咧？因為就好艱難啦。因為揾資源好艱難啦，練習又好艱難啦。就算俾你贏到世界冠軍，咁又點呢？咁樣，就會覺得會質疑自己係咪應該要咁樣去咁硬頸。但係就係我就喺呢個咁頹啦，喺咁質疑自己人生嘅時候咧。質疑自己呢個咁大決定嘅時候，我就會咁啱就係一個運動員，即係喺其他國家嘅運動員就出嚟啦，佢食緊煙，跟住佢話你做乜咁頹啊？即係你做乜 sad 啊？跟住我就同佢講，我質疑緊自己，我而家行緊呢條路究竟好定唔好，啱定唔啱，同埋係咪應該要退出啊？跟住佢就淨係問咗一句，你中唔中意你而家做緊嘅嘢？跟住我真係好認真咁樣諗咗幾秒。跟住就係提醒翻我當初我離開我份工作，然後冇即刻翻去做翻護士，但係我而家做緊運動員嘅原因就係當初埋喺心入邊嗰個，我想進步，我想成績可以比第一次比賽更加好呢一樣嘢，即係呢一個初心。That's why I'm here。即係佢就會提翻我原來當初我係花咁多嘅勇氣去行出呢一步，去離開我份咁穩定嘅生活。然後去排除萬難去嚟呢度比賽，就係因為我做緊我中意做嘅嘢，係啦，所以就我都唔知啊。次次一講呢一段咧，都好想喊，因為我覺得自己真係好攰咯嗰陣時，跟住係咪真係好質疑自己啊？即係好想即刻離開現場，即係飛返香港嘅感覺，跟住。好似好想同自己我以後都唔玩啦咁樣咯，或者試過一次就夠。咁但係人生就係咁即係人就係咁奇怪咯。當試完一次，你都會好想繼續去試。我嘅傑出就係自己會用盡自己所有學畢生用到嘅技能或者資源去盡力做好你想做嘅嘢，就已經好傑出。我覺得只要你有勇氣去為自己中意做嘅嘢，或者為自己個目標去踏出第一步，已經唔係失敗咯。